三世多杰羌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攻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，借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唔好忘咗自己係要求解脫成就，唔係貪名利地位呢條永住輪迴嘅路。呢個先至係同學們應該追求嘅路。當然指嘅係部分嘅一般同學，呢個裏面學得好嘅同學，亦應該發揮你哋嘅妙用，去闡述般若之真諦，為解脫眾生而付出你哋自己嘅世間法叫心血吧。咁樣出世間就係般若和實相之境不二圓融嘅菩提心意。眾生最恐怖者是死，佢哋最恐怖嘅係死。死呢係由貪着掛礙所得嘅，係由貪着掛礙得嚟嘅呢個死。而掛礙又係由貪着身心名利財物人情之實有而產生嘅。由於有貪着掛礙，咁樣身心啊貪着其財物、自我名利地位，貪着其一切人情，對其一切境實有之因行，自然就產生果業。如證悟般若智中一無所得，咁樣我哋證悟般若智就明白眾生所貪着嘅以上現象係一無所得嘅，根本就沒有生死煩惱恐怖，實相中冇，幻化中有，再加上功夫嘅實用，到最後證得真正嘅實相般若，自然於本諦中真諦中沒有。下面借用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嚟講啦。呢度嘅遠係永遠嘅意思，離係離開，遠離者即永遠離開，不復回合之意。咁樣遠離呢個好簡單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永遠離開，再唔回合就叫遠離。顛倒者即是頭足不分，倒字不明，上下不變，形底為頂。顛乃單立義，迷真若顛；倒亦係單義，俗妄若倒。此指迷真取妄，認妄為真嘅意思。呢度嘅顛倒呢，即是頭足不分，倒字不明，不辨清頭還是尾，將尾巴攞嚟做頭，仲認為係正確嘅頭，就係將一件真理啊混淆響一起，具體搞唔明白，乃至嚴重嘅情況，有啲人發展到將師兄姐妹嘅習氣矛盾攞嚟強加響佛法上。遇到師兄弟姐妹們響聞法嘅時候，個性不和，就認為上師嘅佛法唔好，咁樣嘅學佛不學也罷，因為學咗等於白學，學咗一身愚痴糊塗理。呢一顛倒竟然造成行人都會斷掉善根，永住輪迴，無有了期。因此落顛倒就失掉真理啦。呢個係打咗一個比喻，專講單字呢，佢係單立義；迷真呢就越顛，就係講迷倒自己嘅本來面目，般若實相就叫顛。咁樣顛過嚟呢，就係執着其世俗塵境，妄想分別，俗妄就若倒。此指迷真取妄，認妄為真嘅意思，就係講追逐妄想，追而不放，執其妄趣，依之思變，變中接思，永無停息。本來就係妄想啦，而妄想一念又生變出相關妄理妄事，事理渾然，妄想連珠不斷。比如想到張三，即由張三做乜嘢事，呢件事係好係壞，我應該如何從中趁和獲益，避免敗利？張三又與邊個來往？
嗰個來往嘅人對我又如何如何？總之一言難盡，因緣變換，惑業無盡之生，永無盡頭。一切皆是認妄為真，認妄為真，並非單指人與事，而係凡涉一切起心動念，無明無頭，紛然妄執，對立於佛性嘅起心動念，皆為妄。只要執妄就係顛倒，只要昏沉迷執不清，苦樂煩惱無常其中，就係夢想。咁樣呢度就同大家說明啦，迷其本來面目，以妄為真。凡夫執五蘊為實有，所以落着生死煩惱，長處此境，為之顛倒夢想。呢度嘅顛倒夢想就係講凡夫啊，執着於五蘊實有，執着於色受想行識而產生分別情識受用。呢個受用係凡夫煩惱之受用，而唔係聖人之佛境受用。所以落着於生死煩惱，自然嘅依生死煩惱作為人生嘅快樂。盡管響生死煩惱中仲係唔想死，但結果又脫離不了死。長處此境，為之顛倒夢想，永遠處響呢個境界裏頭，係指嘅眾生具生老病死苦嘅眾生，就叫做顛倒夢想。夢想者又指內識所生之四種生住異惑夢心。此四種夢心猶如縛繩，將生死縛住，緊緊拴響輪迴柱上，永住輪迴不得解脫。夢想呢，主要指嘅係內識所生起嚟嘅四種生住異惑嘅夢心。生住異惑，生響人世之間產生各種假夢。所謂假夢，就我哋現在嚟聽法，亦係一種夢境。何況世間上嘅食飯穿衣、做事工作、對待朋友、處事接物，都係一種夢。呢個係生住響世間上，常處輪迴，不離輪迴；常處世界，不離世界。住着就要產生種種世相，就要以六根去應酬一切，去接觸一切，以五蘊而不空，着其一切境界，自然就住響呢個當中。有咁樣兩個同學開小差啦，想問：既然聽聞佛法都係夢，為乜嘢仲要執着認真聽呢？我現在問你呢個同學，你難道未有聽過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嗎？如果唔聽呢場夢，唔注入呢場佛法夢中，又點樣知道有佛法呢？又點樣學得到佛法般若真諦解脫嘅法寶呢？說法雖然係夢，但係要借夢解夢啊！解脫夢境就離唔開夢，就相當於依法悟道正道。達到徹底解脫時，就連法亦應捨啦，因為法亦係夢幻，思辨妄心，分別領納，故法上應捨，何況非法？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《藉心經》說真諦，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